我就只想到一台车用一条路来行。有事无事坐马事。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午早！今仔日是9月28教师节，教师节快乐！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咱做伙来看伫台东南行公路这搭车，搁有台湾乌熊走入去砖头内底。伫稻川的村民发现一只行唔知路的乌熊仔囝，想要掠过来只，随家伊赶入去掠到山仔的人仔内。林务局接到通知，已经甲只乌熊仔囝接走，甲伊安置好势了。棉被拉，棉被拉，我会慢慢的放下去。现在是黑熊跑到我们这边，跑到我们的鸡舍吃东西。它很小只，好，不要生气。好，已经被我们捕获了。被抓到的水只台湾乌熊差不多20公斤，看起来真健康，也毋过真紧张。结束了，只有凹痕而已。南回公路边仔的台东县二道部落。日有村民发现，敢若是有乌熊到部落偷食物件，就伫现场采一个猎狗的人啊。108年9月27号下午找到的。尾仔27暗6点外，村民伫咧街社发现这只水只熊，附近并无看到大只熊，就把这只水只熊赶入去铁笼仔内面。村民真罕能看到乌熊，拢往内甲翕相，当时赶紧通报林务局。林务局透明上山甲伊接去安置，这样是4个月来南平公路第3遍的人甲熊要接触。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香港反送中到今已经有1600人红掠，有抗议者封关的时间啊，互警察起卡动手。早暗伫中环的爱丁堡广场，有一张甲红掠去的抗议者赞声的集会。活动中有真侪民众出面指控警察毋若共糟蹋，因的精神嘛有受到虐待。香港民众伫咧中环爱丁堡广场举着标语，呼吁警察停止暴力行为。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3个月，到即嘛，警方已经逮捕将近1600人，有一个被拘留伫新罗岭拘留中心，敢若被暴力对待，无法度见律师。香港警察，你可以拘捕你懷疑你嘅覺得係疑犯嘅人，但係你唔可以濫用私刑啊！因為今日集會嘅主題係聲援一啲喺新屋嶺被虐打，或者可能有啲未知嘅情況出現，但係佢冇公佈嗰啲人士，所以要過嚟聲援佢哋。這場聲援加關注新羅嶺被捕者人權集會，主辦單位講有5萬人參加，有幾多位不被逮捕嘅人站出來控訴，遭到性暴力加精神虐待。北山區佇咧港鐵太子站，這位被逮捕嘅傷者之一嘅 S 同學就講，有大部警察趁機會妄議刑砍，上便所時陣便所無門，可能看現現。虐打冇用私刑，但係活動伫暗時10點半結束。就禮拜6是香港和尚運動5週年，所以這禮拜6香港有幾多個集會。
先是由民间所发起的活动，预计伫阴暗7点到9点，伫咧天马公园举行反抗维权迎接黎明集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头先来看自由时报，厝内有幼囡仔的家长要注意咯。交通部长预告讲要修正细架车载幼囡仔的相关办法。一岁较低无到2岁幼囡仔在坐细架车的时，就要坐后壁的安全椅。法规上紧每年就会去行。接落来看联合报，咱若要泡茶，煞无爱伤高工的时，会摕人已经包装好势，一下一下细的茶米茶仔，放伫杯仔内，呛烧水就会啉一。不过，国际有一份真出名的环境科学期间。有一篇写塑胶柚粒仔的调查报告，讲这款细的茶米茶仔浸着烧水，会有数十亿的塑胶柚粒仔分解出来。食品药物管理署讲，国际是也未确定塑胶柚粒仔对人体败害是啥物，不过明年就会开始调查。上尾是《苹果日报》，台大病院红壁讲，昨有电脑的网络歌手攻击台大病院主动通报了后，资讯安全单位就随家处理，即时甲解决好势。台大病院嘛讲资料无漏泄出去，大家就唔通烦恼。美国正挺咱台湾唔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北法案。国务院亚太副总理国务卿嘛宣布会用资深的 APEC 官员的身份，伫2礼拜内访问咱台湾，表示美国对咱台湾的支持。另外嘛有风声讲，咱的友邦阿拉甲马绍互中国施压，有可能会外对中国去。连续4起2个邦交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5通过台北法案，帮助台湾维护邦交。即卖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孙晓雅也宣布，依照台湾旅行法的效力，2礼拜内访问台湾，展现美国支持力度。I am the U.S. senior official for APEC, so in my APEC capacity, I will be traveling to Taiwan to consult with them on APEC-related issues. Much better answer than I received last week. Yes, and the chairman concurs. That's wonderful. 民主党众议员华根纳也非常满意孙晓雅的访台计划，佮指出免互中国霸凌咱区域好朋友甲朋友，美国需要更加强烈表达对台湾支持。目前台湾邦交国只剩15个，面对中国伫南太扩张势力，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水瑞福示警，保留甲马绍要转向压力。And we saw 2 countries last week make that sovereign choice to change, and there's pressure on Palau, pressure on the Marshall Islands. China is very aggressively in the islands, and is trying to influence, coerce these countries to change their relationship. 马绍的驻美大使查兹欧斯承认北京伫小岛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是即马面临的上大问题。北京确实透过地方领导层来施压，不过马绍无接受甲美国台湾关系拢真好。外交部也强调，目前甲保留马绍邦交稳固。另外，孙晓雅访问台湾，也正甲美方密切联络中。美国展现友好力度，不过国台办对外委会进行通过台北法案，表达强烈反对，是初步干涉内政。佮根据美国爱停止插手台湾问题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宣告讲，一冬内会甲行政院普悠玛事故的报告做更较周全。不过，时代力量的立委唔过冲大力甲批评，讲报告都无确实哩，伫安尼基础做补强，有影互人无法度接受。不过，冲去表讲普悠玛事故了后，代替也是无解决。像讲今年的3月甲7月，普悠玛列车咧行的时，当啊批煞干鸟去。代替无把这件代志写入去处理记录表内底。我们的交通部部长可以包庇到，有记录还要肯定，我拒绝。没有记录刚好吗？拒绝，你说我包庇。普悠玛事故了后，交通部要求代替建立后勤管理甲维修系统，详细记录列车的状况。不过时代力量立委吴国昌阁提出质疑，代替伫咧今年3月份甲7月份，普悠玛列车拢捌出现过东亚皮伫咧驶行时阵喷出去，事尾阁叫无了来修理，不过拢无记录伫咧维修表面顶。驾驶在交接的时候发现说 ，A 驾驶交给 B 驾驶 ，B 驾驶说，我这台普悠玛上面没有刹车，行政院成立调查小组。
大规模的要调查，要求要建立后勤资源管理系统、维修系统，所有的记录要清清楚楚的。但是实际上面的状况是什么？对这个代志，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根据伊了解，代替毋是无记录，是写毋着所在。伊表示，家己知影这个代志，才会督促代替成立普悠玛特检小组，针对普悠玛的司机员拜时召开记者会，对外指控所有有利司机员的证据，全部拢正拄好的消息。认为代替自从代志发生了后，就挑故意来欺骗。林佳龙表示，支持司机员替家己辩护，来调查真相。我们是支持司机他能够提出更多的资讯。不管是在法庭上，或者是运安会的约谈，能够提供参考。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这一个不幸的事件，能够真的彻底的来还原。代替是回应讲，会全面调查甲检讨改善普悠玛列车零件故障的问题。9月初已经去花莲基部检视维修甲备料的状况。若是针对普悠玛事故内底关键证据的下落，因为进入司法程序，代替的全力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其他的消息，庆务坐船标着海军列瑞兰的标案，伫船里刷表讲拐走13亿贷款。高雄地方法院审理1档半，董事长董庆南被判25档的刑期。罚1亿500万。董庆南的看守判刑1档半，后生单位指伫去年5月起报占得互通缉捕。庆富坐船乘坐海军纳瑞兰案件，逼出早大银行63亿外，去年1月检方以银行法洗钱等多项罪嫌，起诉董事长陈庆南等5人。经过年半审理，高雄地院一审宣判，陈庆南单判15年，并可罚金1亿500万。陈庆南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科罚金新台币1亿500万元。庆富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应执行罚金新台币2亿8千万元。另外，陈庆南的太太单独交下判年半，前执行长简良监判6个月1颗罚金。不过，陈庆南因为另外涉及家人海参馆备案在押，无愿意出庭。伊后生单位志也是庆富副董事长，伫去年5月起报逃走被通缉，也无出庭。陈伟志的部分逃匿经本院通缉中，等到将来到案之后再另行审结。庆富坐船是伫103年摕到乘坐海军纳瑞兰，预算将近350亿，去年却被检方查出，为103年11月起办理4摆假证书，并且以过度性证书、不是过料证明等，向银行诈贷63亿外，造成连带银行900亿损失。海军解约打乱各人各做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政治的消息。民进党今仔日办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佮庆祝党成立33档。前总统陈水扁已经得到台中感觉的稳准，会参加庆祝活动。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敢会到位是真声人目，不过赖清德确定袂出席，当然就袂甲蔡英文见面了。台湾派对，一定派对。台湾派对，一定派对。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环带立委提名人大声化党庆活动的诉求。民进党9月28会举办全代会甲33周年的党庆。外界原本预计全代会甲党庆的这天会出现错乱会，不过赖清德已经用时间无方便做理由，确定袂参加。而且这个代志佫引起党内出现不团结的声音。后续我们当然还会有更多的场合跟机会能够这个邀请他参加活动。那我们后续的这个团结。并不会因为这一次他这个时间上无法出席而受到影响。蔡赖配不配，确实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啊。但是蔡赖配之前，可以先来一个蔡赖会。那蔡赖会会不会、怎么会才是一个关键哈。我建议是不要私下会，应该公开会。党中央强调讲，党主席杜英台已经收连续甲各界来会谈，希望讲会当促成更较大的团结。电都时已经接受希罗岛联名推销连署参选总统台位前副总统李秀莲，嘛讲家己袂去参加党庆。我宣布离开了嘛，因为他有党籍啦，我不晓得哈。那个以后这个陈总统的事情，我就 no comment。前总统陈水扁已经伫人面册庆祝党庆快乐，而且已经得到台中加的同意，会参加党庆活动。不过蔡总统干那出席全代会，无要参加党庆，马强质疑敢是无愿意甲陈水扁来讲台。没有，我想这个太过度解读，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这个总统的行程已经敲定，那个全代会的部分也都有特别安排一个庆祝民进党庆生的一个活动。因为党庆拄好拄到2020大选，变作选前100天到达时间进前的第一届大造势。全代会用2020世代共赢来做主题，总统蔡英文甲立委提名人会做伙共台造势。记者综合报道。洪声讲，亲民党市议员黄珊珊要接任台北市副市长，但到也未正式公布，就互亲民党真不满咯。讲毋着先甲党主席宋楚瑜通知咧，黄珊珊背回讲是因为进前都也未确定，才无甲宋楚瑜报告，伊会搁再找时间甲伊说明清楚。台北市副市长陈嘉基10月中会转任悠悠卡董事长，传出瓜媒体找亲民党市议员黄珊珊来接手，替别共赢的合作来牵线。啊，毋过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事情毋知影，瓜媒体嘛无通知，就连黄珊珊嘛无报备，引起共赢感觉无互尊重。他是蛮按照事实来讨论啊，而不是那种作秀型的，那比较符合我们的调调。你好歹知会一下吧，这是基本的礼貌嘛。我们这橘子白了就变成发霉了嘛。这一次是因为我还没有确定，所以我没有办法事先先去跟主席报告。我本来是想说等到确定好，那就跟主席报告。黄珊珊强调讲会搁找时间甲宋楚瑜说明，啊，毋过亲民党有2020总统提名的门票，即马传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后礼拜嘛要找亲民党来合作争取提名，而且阁是由进前担任郭台铭副手的黄建庭来牵线。郭董事长现在已经毫无参选总统的念头，所以他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再去接洽亲民党。事实上呢，对于郭先生来讲，他的人生的剧本里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规划。亲民党的门票和总统大选的参选人保留一寡变数，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次要争取替局行来参选。王金平的回应是更加互人杀不涨。什么跑都没有关系，反正我讲过，上天要我来选的话，上天一定会安排一条路让我走。这条路怎么编我不知道。有可能会争取亲民党的提名，王金平嘛讲，甲宋楚瑜是好朋友，王宋会随时拢会当安排。啊，若是过关王的大联盟是当地发展，王金平强调讲会尽力找出合作的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议会市长施政质询，这摆会期改做有时间的限制，小选2天拢爱抽口啊。时间这个限制，议员质询骹手就爱较慢咧，毋过时间也是无够用，甚至无通互市长韩国瑜回答质询。连续2天，高雄市议会市长施政质询拢爱抽签，甲前一天比起来，日期显得较和缓。也毋过无抽到签的国民党甲民进党议员，正会共同用党的时间，也是讲较紧的。民进党议员更加是把握时间，火力全开，像是柯俊宪就直接点名韩国瑜无诚信。对追踪器的事情，我希望拥有国家机器的权力者有还是没有追踪器？有还是没有？市长，这是是非题，不是申论题。一个未来要即将可能当为台湾的领导人的人，对于他的车子上面有没有装追踪器，居然有还是没有讲不出来，凭空消失吗？市长为什么要谈这个？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市民对你不满意，诚信啊！时间不足，柯俊宪也不爱互韩国瑜有伤侪时间答询。除了市政内容，韩国瑜也一直被问到到底找什么人做副总统。有人点名爱情新北市长朱立伦再救韩国瑜的民意调查，直接改做朱韩配。不过，互朱立伦推翻，也讲做韩国瑜的副手是无存在的代志。不存在的事情就是不存在的事情。这个我们不要造成韩市长的困扰，也不要造成朱立伦的烦恼。过去民调他显然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人选啊，对啊，民调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你觉得您比他适合当这个副手？这个不能这样比，这个不能这样比。我觉得真的是韩市长心目里面应该自己会有自己一个衡量的标准。就算什么人张善政讲，从来唔捌甲韩国瑜讨论过，最终决定爱靠韩国瑜家己来考虑。也不过伊认为，依照过去民调显示，朱立伦确实是韩国瑜副手的好人选。也过即阵，朱立伦直接讲袂，也直接是甲韩国瑜讲啊，互副手人选，议员到即阵也未明确。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政府为着要感染老兵保卫国家，特别伫古宁头建议满70天进前，招老兵返来金门。30个海防据点，行看看咧。
夜色茫茫，星月无光，只有踢脚步做伙唱军歌，陈尚道、洪德昌也有王继世三个捌伫咧金门服役的老兵，做伙转来公保、高东，也有中兴堡三个海防据点，看到英俊的炮旅，即阵拢已经旧啊，因想起较早抽口啊来到金门做兵的心情。当年抽到金门是一个中了金马奖，每一个来金门当兵的弟兄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人几百公里，但是离敌人却只有2000公尺。想起较早伫咧金门做兵的种种，老兵的心情是拢真感慨。为着感谢老兵保卫国家，金门县政府特别经伫咧古宁头镇压70周年进前，举办老兵调集令的活动，希望会使鼓励老兵回来金门行大。我们整理了30个碉堡，让我们回来这些老兵前辈能够一一前去，回忆过去的生活点滴。为10月7日一直到年底，只要捌伫咧金门服役过的老兵参加金门海防据点的旅游活动，就会使领到金门老兵的纪念酒，也有迄当时伫咧服役部队的徽章，希望会使调集老兵回来海防据点行看看咧。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国际日伫屏东起鼓了，用屏东胜利新村一个历史舞台做起点，邀请民众做伙来了解文化资产。少年人实行舞蹈，结合传统的家族文化，为全国国际日起鼓。今年全国国际日的主题是文化资产有意义。伫历史的舞台演出 live show， 开幕的大舞台就是屏东的胜利新村。在地宋江镇民俗技艺团也有艺师组成游行队伍，气氛相当的热烈。肖总宏表示，胜利新村有49栋76户的历史建筑。根据统计，上少有18名少将、9名中将捌住伫遮。邀请民众来到胜利新村，感受文化资产的时代风华。我们从台湾的正港的最南部出发，吼，互遐往北看的人吼，回一个头，给咱看一下吼。不同的地方展出不同的主题。都有相关的文化策展人，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把我们的生活融入了、导入了设计的概念。这边的全国国际日8月10月的台湾设计展拍头阵。台湾设计展伫大屯国民公园、屏东分厂，也有胜利新村3位来展出，甲设计和在地生活放做伙，展现屏东的文化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英国伦敦设计节，有设计师用千外片无爱伫的英格插板去做正适拍的公园椅仔，有偌适拍，咱做伙来看卖。这位小姐坐伫咧外形正特殊的插头椅仔顶头食物件，人正做英国伦敦金融区最近有一个上班族休困的好所在。It's a nice place to come and be able to sit if it's on your lunch break or before work, after work, just to sit. There's spots in the sun, there's spots in the middle. Like it's just kind of nice. You can be. 外形看起来敢若是海影的一类花，是英国设计师保罗考特斯基所设计豪华大型艺术装置，配合英国伦敦设计节，在伫咧伦敦市金融区的芬斯伯里大道广场，真侪人会来遮坐，或者是倒下开讲拍日头。What I've designed here is a place to sit, to lie down, look at the sky. Its ambition is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in public space. 保罗的这个设计有流行加永续环保优点，是用超过1152片无爱的银件插板，弯翘正济波浪的形。Paul Coxidge has got a very everyday and ignored item or material, scaffolding boards. We've never worked with them before. I've never, to be honest, really thought much about them before. And to turn something that most people considered as being rather worthless and ugly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with great value. 不过，这项装置艺术伫咧设计节10月10日结束了会停掉，因为民众的反应袂歹，所以保罗有计划来伫其他城市也会做这种环保装置艺术，继续推动透过回收建材创造出利用价值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掠鱼仔的数量是哪掠哪少？有警告讲，鱼仔一冬就减100万吨。今仔日下晡3点，经济 VR 生态馆，招咱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带领大家从印象。
是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海边、到潮间带、到渔港边，其实你会常常看到不是鱼，是这样子的漂浮在海上的垃圾。希望下来无半尾鱼拢全粪扫。2016年自然通信期刊的研究就讲，因为过度开发，每年鱼获量减少100万吨，造成渔业资源减少。原因唔但是海洋粪扫，包括彻底破坏、过度捕猎，也个外来种入侵，拢是和鱼种消失的原因。过去30年，台湾北部海域鱼种就减少3%。透过消费者的行动，我们用选择海鲜的方式。比较永续的渔法，我们去支持，或者我们去选择渔获量比较充足的种类去选择。所以呢，我们就推了这个海鲜选择指南。海产选择制度就是教大家饲养丁经济法，亲像目十仔野生的石斑、海鳗，因为过度捕猎资源无够，变得这片边食的红丁、红鲟、海胆、灰灰是黄丁，莫食伤多。只有青丁的蛤蟆、蚵仔，因为量真多，鼓励大家加食。正确的经济享受海产，这让食了健康，又顾到海洋资源的永续。因为科学家讲，若唔赶紧采取行动，到2048年，咱就无鱼通食。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今仔日对台北市、新北市甲基隆的北海岸地区发布大水洪特报，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今仔日天气是歹也是好，听雨欣预报讲清楚。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欣，咱再会。